即马就是我讲吼，阮某啦吼，阮某 Christine 吼，伊拄好伫楼骹，我嘛请伊做来参加，因为伊对艺术嘛有一个趣味啦吼，伊则家己用一个叫做迄个表演艺术吼，嗯，表演艺术团体安尼啦，伊是有咧教迄个歌戏，哦，伊是咧教歌戏啦，我是讲，哎，Christine，即位是迄个传承是吼。伊即嗯，摆是即个目前是台北某地戏馆的馆长，阮拄仔当开始啦，伊即摆伫台北，我伫楼顶，伊伫楼骹，我哦，我毋是分居啦，我知我知爱解我知，安尼讲解说一下。讲话较，袂，恁迄个博物馆是我伫咧倒一搭，松山区啊，松山区吼，伊迄是啥物款情形？伊迄是新的建筑，还是讲旧的建筑？伊诶，甲改？伊即间馆呢是大概是1998年吼，一个医生叫林金福 Paul，伊是迄个协和妇产科医院院长。好，伊早期就是咧，伊对迄落啥物，甲人类学有关诶吼，台湾文化有关系，伊有做出版社吼，做一相关诶出版，伊家己对艺术嘛有兴趣，所以伊有一届去落东京，我袂记倒一个城市咧，反正伊去日本看有人咧收藏布袋戏，就感觉讲，那外国人会对这物件有兴趣，所以伊就开始收跩红想要捐互政府，成立一个武戏馆就对了。迄个阵仔是阿扁做市长诶时阵，好，即个缘故吼，迄种咧找一个所在，当起重新诶，算即个迄个武戏馆用诶一个空间啦。拄仔迄个金华城拄仔要起嘛，沈庆金吼，好，伊咧找伊要起边仔，伫八德路顶悬要起迄个金华城，嗯。算一个回馈，伊就起即栋武戏馆诶空间，互市政府。所以伫2004年开始就开幕，对外观众会当参观，所以伊明年就是要20年安尼。哦，无简单呢，吼。是啊。即个所以，馆吼，对我诶关系就是伊，我有拄则讲一个迄个铺嘛，迄个林盛生，伊关吼迄个政府本来是讲政府是讲反正一开始因研究诶嘛，伊嘛找一个外国人，一个荷兰人，伊本身是咧做迄个咖喱红仔研究诶，去伫泉州啊，这样啊，吼，去写伊博士诶论文，甲伊做伙合作，所以开始去收各种甲红仔有关系诶文物，嗯，落尾因政府就开始希望讲会当有人来这运作啊，嗯，但是想讲因为这合约可能这短，因已经开这侪新力来这个馆的内底，而且呢，因每年政府所编的预算呢无够悬，所以因想要做的物件可能无法度实现啦，嗯，所以因落尾手就无想要接这个工课所以上开始即个市政府是迄个就委托一个九歌儿童剧团，嗯，因开始运作所以到差不这和多敢若和林海明的有关系？无关系。毋是哈？啊，伊即个团长叫做朱树明啦伊对这红仔嘛做有兴趣的即摆伫高雄伊办伊私人的一个偶戏节啦到但是朱2007年，志明敢是迄个雕刻家，还是迄个打击乐团？无，啊，无，伊是九歌儿童剧团的团长，伊哦，即摆已经毋是团长啊啦。即个敢还佫有伫咧？朱树明还有伫个，即摆伊个人伫高雄，即个团敢还佫有伫咧？伊迄个，伊个团还有伫个。九歌算最老的一个儿童剧团，所以还有伫个，还有咧运作，还有咧运作。佫咧运作啦啊，吼。
嘿，我是因为本身我云林人啊，阮爸爸是咧搬布袋戏嗯的，所以我自细汉就是即个环境中大汉的，所以我家己个人对搬布袋算有兴趣啦，但是无讲要行即条路吼，因为阮爸爸嘛知影行即条路艰苦吼，我自细嘛知影甲伊艰苦起来，所以毋敢做布袋，佮做几啊项工课哦，做帮模的卖乌鱼啊。哦，啊，你这的头路，对对对，即几档，佫有几档是咧做回收啊。即几档呢，因为阮小弟伊着踮婚林，伊着要陪阮老爸老母，所以伊着有娶某生囝。阮老爸也烦恼伊无头路通做，所以着去租遮侪远的，租2家来咧种。所以无简单啊。我嘛无想讲要行即条路，是因为吼。我差不多伫2009年去读迄个云林科技大学文化资产维护的研究所，OK，因为本身我大学读的是甲管理有关，退伍了嘛毋知学管理的毋是，啥物敢若拢会晓，啥物拢袂晓，所以就去退伍了做业务的工课，做几啊项，有电子的有迄个旅游的。网络的啥物拢做啦，但是拢毋知咧创啥。拄迄阵是雷曼兄弟的时阵，感觉到底家己会当创啥物？我咧思考，所以我就倒去读研究所，甲文化有关的。伫咧读这个研究所的当中，我本来是要做迄个社区营造啦，社区营造啦。落尾社区营造即条路，我嘛有去甲迄个老师落去阮的。因为我倒去云林读册嘛，所以伫阮海线落去参与一寡活动。但是我了解讲，因迄社区人应该是爱靠家己的力量，毋是讲吼，我有这硕士的学生来，就讲会当帮忙写一寡计划无啥物货，啥物货。对我来讲，敢若无讲做有兴趣的啦，所以做一段时间就无对即个社区营造继续落去。拄阮要需要一个实习。我就知影讲有一个博物馆，有一个外国人咧经营，有一个伊就找一个迄李天禄吼，因囝陈锡煌陈锡煌，甲伊合作，就是原本传统的布袋戏有加入一寡新的物件。我对即项有淡薄兴趣，想讲实习吼，去细间的博物馆较会当学较济啦，无去大间的吼，你可能。甲高做一项，所以我就去到迄个所在。所以我头一件接触就是剧场即件代志。因为阮本来做布袋就是外场嘛，新明星，阮去办仙，做戏，若较大型的就是下暗迄个大戏台，较。你讲即间博物馆是伫对是是台北，即摆即间还是伫？原本迄间是共款是迄个林先生，就是伊无要接迄个台北市即个台北欧戏馆。就是伊姓林就对了，林先生。对。Paul，伊是你讲拄仔即个讲即个医生就对嘛？对，迄个医生伊就是讲，伊无要接即个市政府的即个台北的欧戏馆。其实即个博物馆是伊发起的就对啦，伊去。对，落尾伊家己去大稻埕大稻埕开家己一间欧戏馆啊。咧啊！所以因差不多是2000年开的吧，然后落尾有甲迄个陈锡煌合作啦。我是2009年去读研究所，讲需要迄个实习，所以我2010年2010年我去实习安尼啦。所以就甲即间破伊的迄个就是督去经营的即间博物馆。去实习。这个阿东是住荷兰还是住台湾？荷兰，伊荷兰人，但伊住台湾。伊住台湾。即马嘛是住伫台湾。住伫台湾。所以即间博物馆，我就去参加了。较知影我会晓的物件，咱运用。所以因讲，你以为你毋是晓搬布袋，无你会当来斗相共。所以我会当实习，有演出，佫有我迄个。演出费，讲你足好诶机缘呢吼。对，讲你
讲你有兴趣甲迄个囡仔互动无？活动，吼，活动，讲你会当办迄个 workshop，我哇，讲无问题啊，因为我本来做业务的嘛，最喜甲人接触的嘛，但是做业务就是要共趁人的钱，所以有一个压力伫，做这一个分享，所以我感觉真趣味，就开始对这工作坊啊，搬戏拢有兴趣，所以嘛头一届对迄个话题，就去到剧场内底面的即个经验，嗯，就是会当综合的一个艺术啦，毋是干那讲布袋戏啊，有，所以我嘛开始学安怎去做迄个光影戏，就是毋是皮胶嘛，用迄个对，木皮去做的红仔嘛，但是无可能无方便去摕到迄个木皮嘛，所以阮开始用纸去红仔来搬，嘛带囡仔落去参与即种活动，阁有家己用迄个纸去做一个用迄英文叫 paper mache。就是用去做模型，用一个图做一红仔形，用纸一张一层一层去糊起来，较轻落去搬。所以有即个经验了，就是对这表演有淡薄仔兴趣啦。对啊，哇，所以就是你吼，阮后生嘛是共款对这做有趣味。是是迄讲是伊这题外话，但是含你共款，譬如讲，即摆迄个 Star Trek 吼，无有一个迄个 helmet 有无？嗯，挂一个迄个什么来讲头盔吼。啊，伊囝3岁，我讲哎，这赞，伊讲伊也要做吼。啊，伊用迄个纸皮夹夹吼，甲做，对对这个足对，成咧。啊，这是含你，是是是这含你是，类似啦吼。毋过你这个较厉对。害，你这个会当讲加个透过放光线后壁，搁会当搁演一个戏剧出来。哇，对对对，是是啊，剧是。本呢？剧本是你家己写，还是你演别人的剧？剧本剧本，因为我伫迄个即间铺，迄个就是差不多2、3档伫遐咧上班，啊，大部分拢是缀即个剧团伊诶需要，就是阮就是演员就对啊啦，就是导演叫阮演啥，阮就是去做啥物代志，落尾啊，伫我要离开诶迄个差不多东外诶时阵。阮周末吼，就伫迄个 weekend，阮咧办迄个儿童偶戏，就是互迄个爸爸妈妈带囡仔会当来看表演，有咧卖票安尼。啊，你这伊就讲现场嘛，吼，现场。现场，伊讲以为你有兴趣无？你会当做你家己想要做诶戏。所以我伫遐有做2出戏，所以就家己写剧本嘛，家己去做道具，红仔袂晓翕，就是叫别人翕安尼，就设计我要做啥物红仔，做啥物角色安尼，诶，嘿。是咧，伊迄个场地拢差不多爱偌大。因为拢私人的泡芙馆嘛，所以拢细细啊，差不多，观众钱的做伙差不多30通啊，安尼无讲介济啦，就是啊，伊个细细间。设备就是一个探照灯嘛，吼。阮就是伫迄个室哦，无是，你内，迄是讲剧场啊啦，吼，拢剧场啊。所以有对对对，就是。含真人甲含迄个你即个 POC 结合就对，毋敢是安尼。无算讲足侪种，毋干若配影戏啊，足侪就是，应该是讲吼，就是表演就对。个表演阮无去分啦，无去分啦。有去分。像我旧年去美国嘛，我去看演出，伊嘛无咧分啊，我之前伫迄个我迄个偶戏馆伊诶名叫台原，台湾的台，原住民的原，嘿嘿嘿，台原亚洲偶戏博物馆，然后伊有家己的剧场啦，但是因为我伫遐嘛是甲因去足侪国家表演，嘛看足侪外国的戏出啊，就是因无特别分啊，是咱台湾有传统的物件，伊会特别分这是皮胶啦，这是布袋戏啦，这是咖喱红仔啦，这是现代啦，但嗯，是伫遐拢无咧分啊，就是偶戏，就是 puppetry，就是是，观众就是来看表演就对了，嗯，所以。所以我迄阵伫遐就是讲，我有一个经验会当落去到剧场内底表演，所以阮嘛有去国家两厅院的实验剧场啊，嗯，若无就是迄个其他国家的较大间的剧场内底嘛，拢有迄个经验啦。但啊，是我伫遐差不多点到2000
2012年的年底吧，12月迄阵我就离开啊，所以差不多2、3天的时间伫即个台园上班。吼、啊，我落尾煞来去的所在，就是甲学死无关系，嗯就是甲迄个艺术文化有关系，是一个082广达电脑，吼、哦伊有一个基金会咧做甲艺术，送去到学校去，吼、哦所以我伫遐嘛做动画，就是阮甲跩，比如讲米罗啦，是台湾迄个叫啥物？较日本时代台湾的艺术家的作品阮做一个展览，送去到学校去，甲学毋是讲展览去到学校囡仔看看会无代志就是学校你有兴趣，想要参与即个展览，你爱将你上课要教的迄个课纲还是教案，爱甲即个展览合作所以因有较热心的老师，就会甲伊的，比如讲伊咧数学，伊就结合迄个展览的物件，种种伫遐我就因为像我就有机会去到迄个遮远的遮偏僻的所在比如讲兰屿啦哦，伊嘛有兴趣所以阮的展览就到迄个兰屿，阮就需要讲教学生安怎去导览因的作品，阮就是教因讲要安怎介绍遮作品的方法，毋是讲迄种人图像个就是早期台湾的囡仔要教因安怎介绍物件，拢一寡你看起来这自私的、这机械化的、这无自然的所以阮去就是希望因较自然介绍因家己的作品安尼。这敢含这美国才有一个 show and tell，这个观念嘿，敢有共款，就是讲伊家己鼓励囡仔家己摕一个物件就去台下顶，去介绍讲伊的物件。应该是差不多啦，但是对嘿伊迄是，比如讲伊迄是对作品的介绍，讲我看这米罗伊的作品是安怎，我家己的想法是啥物，差不多是安尼啦。所以落尾我就去了即个广达文教基金会遐上班动画哦，所以对即个艺术的教育嘛有一寡兴趣那落尾离开了后去另外一间所在，算踮上久的，差不多5栋外一个艺术村，台北国际艺术村，宝藏岩国际艺术村，这是共款一个组织，就是台北的文化基金会，所以头家就是市政府啦。所以伫即个所在呢，踮到5栋外，即个艺术村伊咧做啥物货呢？就是伊的重要就是做艺术进驻 （artist residency）。所以就希望世界国际艺术家会当来台湾，差不多3个月时间创作因的作品，做展览。伊嘛甲台湾人送到国外去，所以阮就甲遮侪国家合作，做迄个 MOU 所以，比如讲，我甲即个法国的倒一个艺术村签 MOU，我送台湾人去，你送你的法国人来阮遮，有即个交流。所以所以是文化交我伫遐，流所以我伫遐就对文化交流即件代志非常的兴趣。有一届机会，我就讲，我家己嘛去参加即个 artist residency 的即个计划。伫宜兰有一个专门咧做即个学死的 artist 的 residency，我就去申请，有申请着，我就去参与，我就甲迄个公司请假，差不多个半月时间，伫遐我创作我家己想要做的作品安尼，所以对即个红即个物件，算讲是家己的兴趣啦。但是就是落尾伫这艺术村，我差不多嘛做差不多5栋外。你红你是家己制作的，还是你挑你的造型去互人制作？伫迄个所在，因为差不多个半月要做家己作品嘛，所以有一个角色是我家己伫迄个驻村的时阵做的，就是家己做的，用纸落去做成一个布袋戏红的造型。其他是用我原本阮爸爸伊无要搬留互我的，我就早去安尼结合做伙安尼啦。无简单。
是啊，所以落尾手啊，我就离开艺术村了后，一个台湾文化内容策进院，这是中央所迄个成立的一个部门，伊主要就是要甲台湾的内容送出去。迄个敢是含邓丽君做文化部长的时阵对对对对，伫迄个时阵来伊是讲，用对对对，所以伊头一个当署长就是陈内君伊的次长嗯就是伊的另外一个迄个 partner 对啊，就来做阮的董事长。我伫遐差不多做5个月时间啦，因为讲台北欧戏馆即个馆长有就是离开啊，讲意味你有想要来斗无？所以伫迄个时阵，我就考虑讲无来试看觅。虽然一开始我是先拒绝的，讲莫啦，我较爬床无坐烧咧，较伫即个中央的即个部门较做5个月尔，安尼走敢好。而且我嘛知影即个学士管理预算啦，伊要做的代志有限，所以我嘛咧考虑。落尾我是想着讲，无我有一个机会当一个博物馆想要做啥物，我会当做决定无我来试看觅。所以我就去参加即个遴选因为是 open call 的，大家拢会当来投啦所以即个学士馆伊即马嘛是台北文化基金会所经营的，所以这是市政府的。对，市政府，所以阮头家就对柯 P 变成蒋万安安尼，你是差不多是这因素你啦。这个基金会大小，比如讲这个组织的有200几个人，嘛有差不多3亿还是5亿的即个预算。每一年啊，嘿，阮即个基金足大诶，足大诶。那算真大啊。但是阮每一个部门管诶无共啊，有迄个西门红楼，松山文创园区，嗯个台北电影节、台北那个什么电影委员会，个有艺术村、偶戏馆、北投车站，对，这差不多有9个、10个的场馆。OK，所以本的到这个布袋戏就是无讲足济啊，对对对，也无太济咧。对对，因为我一开始就知影，伊就是全基金会人上少的，差不多5个，加馆长5个人，预算才700万的台票尔。OK，我知影讲你有摕着迄个 Fulbright 的迄个迄个基金，迄个叫啥 Artist Scholar 是啥物款？Art Scholar，伊算一个 grant 吧。一个 grant。你对对对。现在啥物机缘较会当摕着这个？因为这就是讲到我伫艺术村，毋是最介甲人交流的嘛。我嘛是讲有机会我当出国嘛。因为伫台湾的时阵，我就定定出国。落尾就是落尾手，我有后生，阮某就有生啊。所以我伫台湾迄个时阵，讲阮太太差不多1个月拢爱去检查，我爱陪伊。嘛无希望我直直出国，所以我伫台湾的落尾手差不多半冬的时间，至一冬我拢无出国。所以我其实迄阵离开嘛是讲歹势，感觉家己敢若迄价值性敢若渐渐无去。因为本来就是我是角色就是爱定定甲即个剧团出国嘛，所以伫迄个时阵我就无定出去。然后伫即个艺术村定定看外国人来，我家己嘛希望会当出去外口面。所以我就看到，有一个 open call， 比如讲日本的一个艺术村，伊要 open call， 我就去申请。但是无一定申请到嘛。我就看这美国 Fulbright， 这嘛是一个机会，我嘛就是试看觅嘛，就甲迄计划送出去，安尼是即个缘故啦。所以是伫我艺术村的时阵，申请啊。所以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会当较慢出国的，所以伫旧年伫我上尾即个 Fulbright grant 的执行的时间最上尾3个月出去的。所以我伫迄个要选即个馆长的时阵，我就讲甲阮头家讲，我如果啦我选着变成馆长，我有3个月无伫的你爱确定
吼，啊，若无法度，我着歹势，我着真正莫去斗安尼啦。啊，嗯，所以伊嘛希望讲啊，无差啦，反正你嘛是嘛是算交流啦吼，啊，你着请家己教出去安尼。啊，所以我着照我原本的计划，着去纽约安尼。啊，你伫 New York 遐吼，伊嘿，迄个接待的单位是啥物款？Fulbright 是敢若哦，你一笔 grant，啊，你家己去运用，啊是讲嘿。伊有若有派人讲某物单位、某物博物馆，甲你啊，嘿，有，这就是你申請的時陣會當家己去找的嘛。啊嗯，host 的一個單位是叫 June Hansen Foundation。嗯，June Hansen 就是做 Market 芝麻街美語的迄間公司。哦，安尼哦，啊，伊足出有伊嘛，名诶呢，嘿，伊嘛落尾手做電影嘛。嗯迄个我袂英文我袂记啊，就是反正伊诶电影即马伫 Netflix 内悬顶嘛是阁有吼，嗯所以伊是伊是美国非常大诶一个公司所成立诶一个嗯迄个 foundation 啊，啊嗯专门就是伊嘛有是赞助即个 Grammy。啊伊一开始嘛有办一甲偶戏有关系迄个艺术节 festival，啊嗯伫 New York，啊伫嗯全美国嘛拢有，所以我就讲，无我就试看觅，我就写批讲有机会哦。一开始伊讲，阮办公室遮少诶啦吼，遮细，啊你可能无法度 host 我即个人过去。嗯然后我就讲免烦恼啦，我就无需要去办公室啦吼。你就反正你就是写一个迄个邀请的一个批吼，啊我会当去甲 Fulbright 讲有一个单位做 host，安尼就好啊。吼啊其他我家己想办法。我反正我就找所在大嘛，啊我嘛无一定定定爱去办公室嘛。所嗯以伊就答应啊。所以我去的时阵，阮其实较见过，我去过一届尔，去过因的办公室啊，一届尔，啊，呀，就写一寡文件啦，啊讲的。啊落尾手伊就讲我即个迄落网站因的官网顶款吼，有一寡伊拢会放一寡美国即马表演的一个节目嘛。伊讲应该 以为 Sesame 你老师，Street 嘛哈，是嘛？这 Sesame Street 哈，专门咧嘿。教育囡仔，迄囡仔大家拢足爱看。哦，对，但是因迄个基金会决定毋干若这尔，佮有赞助即侪迄落创作者诶表演，啊，所以因甲因诶节目拢放伫你即个网络顶悬。伊讲啊，你有兴趣吼，你着甲我讲你要几张票吼，啊，我遐基金会去挨写字，啊，我着当免费。哦，然后因为伊有算介绍啦吼，因就会甲即个剧团讲，有一个对台湾来的吼，欧四馆的馆长要去看表演，哦，啊看了恁会当交流安尼，算一个介绍啦，这个交流，算因的作用嘛，即个 foundation 做 host 的作用，算嗯安尼帮助我啦。所以，但是伫遐较趣味的，就是我拄仔撞着即个 host 迄个 manager in on 嘛是一个 puppeteer，嘛是一个迄个剧团的负责人，伊嘛拄仔好摕着 Fulbright 的奖金，今年要来台湾交流。嗯哦，所以就熟悉一个甲我差不多共款的，对即个咧搬戏的人，啊摕着 Fulbright，啊嗯我去美国嘛，啊伊来台湾安尼。嗯，所以今年差不多8月份，伊可能会来哦，啊做一寡伊要做的代志，啊我可能嘛会邀请伊来迄个台北五戏馆来参观安尼。诶，你这个语言实在是足无简单的，因为我照我的理解吼，就是嗯，伫即个疫情的中间吼，New York 遐个 Broadway 遐个剧场吼，关是，关足济呢吼。对啊，你可会当佫有伫即个机会会当去含遮交流吼，你即个语言实在是足无简单嘿。哦，迄我感觉是，就是拄仔好啦，拄仔好啦。安尼吼，无咱来讲转来讲吼，我真感谢讲你会当要来咱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来嗯，即个大家来遮分享啦吼。我先甲我即个计划吼，阮即个 schedule 吼，互你参考一下啦吼。
好，这阮遮即个已经进行过1、2冬啊吼，啊，即嗯，马已经今仔日拄进行到第72回，吼。哦，啊，顶礼拜迄个宣语吼，搬倒嘿，演迄个嘿，71回，啊，即摆是72回，啊，72回，今仔日是咧讲即个黄南海，你敢捌听过？伊是一个声乐家，啊，伊即摆伊咧做迄个清唱剧，甲迄个嗯，民间故事吼，迄个李落车啦，伊最近因拄啊呾伫台南演出迄个清唱剧，就是差不多等于是伊西洋的迄个 opera 迄种的方是，式啦吼，袂都无加服装，无加表演啦，就敢若唱尔尔啦吼，毋是音乐对对，剧啦吼。是，啊，伊这较难得的，就是讲伊含即个太子宫吼嗯，合作，所以今年3月、4月会去伫麻豆迄个所在迄个宫庙遐唱即个是，唱即个剧吼，啊，伊唱迄个李落车吼，啊，伊拢做改成是八集拢写好啊吼。哦，所以是真无简单吼。啊，来，阮后礼拜五就是一个考试开要含咱讲台湾的将来甲现况哦，现况甲嗯，将来，啊，佮落去讲一个福音歌戏，啊，所以落去安尼吼，啊，来姚文智嘛会来遮讲伊的电影啦吼。嗯，所以我即摆时间还袂定诶，就是4月15、22、29，即个4月遮，咱是毋是会当嘿，定一个时间落来安尼嘿？啊，咱要来进行，咱搁来讨论安尼嘿。哦，所以希望讲我会当来遮所以我是介绍一寡，对对，我是感觉讲吼，你嗯，像咱今仔日安尼讲安尼啦吼，嗯，我就感觉讲哦，你讲诶即台足趣味啊，啊，就是欠，就是讲有加一寡画面嘛吼。比如讲，对对对，即摆来咱咧讲，咱讲着讲吼，比如讲你住纽约诶遐个情形吼，咱甲用嘿，讲诶尔，咱无看着，咱变做讲咱诶观众吼，咱嗯，变做讲较歹了解迄种诶了解，现况嘛吼。啊，搁比如讲，你即摆恁诶即个伫台北即个五戏剧场吼，五戏馆吼，迄叫做啥物嗯，物件？我一直讲袂出来。台北公戏馆、台北偶戏台馆，北五戏馆吼，嗯，你嘛可能你会当介绍一寡遮物件，还是讲你诶作品吼，嗯，比如讲无问题，你诶作品，啊，甚至你嘛会当现场吼，现场人一哦，现场咧做人一个啊，讲示范啊，一个啊，嘿，无问题，无问题，吼，我想安尼一定是足精彩诶啦，这无问题啊，无问题吼，啊，无我嘿，先定4月15啦，好无吼？差不多迄时间拢是啥物时阵？即摆吼，即摆就是安尼啦吼，我毋知你嗯诶睡眠诶时间是啥物款啦吼。那嗯，阮咧应该是拢是当时是在4月迄阵啊，应该是台北诶拜六下暗10点啦，10点吼，应暗时啊该无问题10点。啦。我拢较晚困啊，哦，安尼是有哈。嘿，吼，10点我是先我无问题。先甲你诶带馆长吼，嘿，带你讲伊一位啊，一位吼，带一位嗯，吼，OK，带一位，OK。我先甲安尼甲用起来啦吼。4月15是台湾的时间吗？还是美国的时这间？拄啊好拢台湾的时间，因为即啊，阮拄啊好是，阮遮的时间是透早吼7点嗯，啊，迄个拄啊好台湾10点，台湾暗时10点，啊，拢是共款拢是四你拢月十五，你拢你拢固定的嘛吼，固我拢定固定的，拜六，嘿拢台湾的时对间拜六暗对对，时十点。嘿，啊，我即摆是有咧按算讲吼，假使若嗯，是节目有够啦吼。嘿，想讲要加张即个阮遮个时间拜五，差不多嘿，6点还是5点，啊，台湾的时间差不多是9点还是10点迄个时阵啦吼，啊，还未还搁伫遐咧考虑啦，嗯，哦，啊，算前一工搁加一场嘛。
对，啊，你若是安尼吼，譬如讲，假使讲你若有肯讲和咱做伙合作吼，检彩会当加一场迄个拜六下早仔的，啊，迄个会当讲甲伊设定讲较囡仔，互囡仔看的即种的。吼，譬如讲哦，你遐嘛是拢足侪迄个囡仔，因为足侪伫外国诶，遮个囡仔伊嘛无机会通听台语啊，吼，啊嘛嘿，无机会通是，讲看着即个布袋戏红啊，所以嗯若是讲安尼落去吼，会变做讲我想是应该咱会当吸收着一寡观众啦，那安尼嗯，拄好拜五因着拢下课啊嘛，吼，对对，我这个时间拜五下晡嘛，吼，啊，台嘿，湾的时间就拜六下早啊嘛，吼，嗯啊，故事咱会当变做讲过来变讲看较现代剧的，啊，因为咱即个论坛内底，即个文学家嘛足侪，吼，啊，看有需是，要啥物斗写的、斗剧本的吼，咱会当来规划一下吼。你若讲有趣嗯味吼，咱会当过来针对即个议题，咱过来讲搁较深入的。嗯，因为吼，这就嗯，我其实我含阮某诚痟啦，阮较早伫2000的时阵，阮有去迄落想讲要做一个叫做台语 .com，啊，我嘛有写一寡剧本，啊，我嘛有去是，做迄个台视的迄个剧场吼，我嘛有去翕13集的迄个剧呢，啊，结果哦，我开足侪钱。你若请啥物人？迄个可是你敢会当甲介绍下？敢是请迄个即摆足红诶迄个啥物人啊？迄个做歌戏迄个嘛有来录啊？唐美云，哦，唐美云嘛哦，来啊！他们，嗯，哦，啊，迄个陈明忠，陈明忠嘛有来录啊！哦，啊，是，个简尚仁，哦，简尚仁嘛有来录啊！啊，足可惜诶，即摆落录诶，阮即摆拢囥伫一个 beta cam 啦。哦，无播出的对啊，因为迄阵啊找无时段嘛，哦，迄阵啊迄个情形含即摆佫无共吼，要是，看2000年啊，所以要去共报，佫爱佫付迄个时段费，互人讲哦，我有迄款新名，佫付人时段费，我是想讲即个片做诶吼，啊你电影公迄个电视公司毋着来甲阮买版权才对。对对对，配合的单位算说讲伊无到即方面的专业的款啦。是，阮配合一个迄个叫做青苹果制作公司啊。吹金风星啊，你可能捌伊即摆变得足出名，因为拍迄款迄个什物紫色叶大条艇，所以因囝叫做叶天伦，天伦嘿，叶天哦，伦，天伦我知我知，嘿天伦嘿，啊，天伦今年迄个过年佫有一出电影嘛，对对对，吼，伊即摆变做讲伊诚出名，因为伊嘛拍迄个较早拍迄个浪淘沙嘛，呀，是的是我是，无错阮有无错，含伊有甲斗相共着。对啊，哦，袂歹啊，嘿，伊咧前置作业的时阵啦，嘿，可惜因尾啊，因为后制作无做了好势啊，好啦，可能迄当时因为因的困难，咱毋知影，嘿，啊，就是反正怀疑就是讲，迄个到尾啊，嘿，可惜，了买他过百欠吼，诶，即摆买他欠，敢还佫会当放下？那你敢有迄个理解？喂，啊，你问我吗？嘿，对对，即摆买他欠，敢还佫会当放？即摆袂啊吼，你毋知影即个这方面啦吼，我毋知呢，哦啊。这我较无了解。对对对对，所以咱拄则咧讲咧，你感觉啥物款？若讲咱会来计划一个讲，毋知会成啊袂成吼，就是讲迄个，应该是讲第一啦，你的对象囡仔是差不多几岁的囡仔？对，这嘛是一个问题啦吼。第二点就是讲吼，你要伫网络顶悬咧看一出戏，迄个感觉可能无共，嘿，因为安尼讲啦，戏出吼，其实爱伫现场去感受。有影吼，有啊，影，无因为，比如讲我有时阵会看着迄，即摆 YouTube 毋是嘛会当去看一寡戏嘛，你迄感觉其实拢差不多，迄真正无啥物感觉。你咧看一直拖吼，因为伊无像电影，
无想有影，对对呀，你讲即点确实有影对。对，所以对我来讲嘛，因为我有一届啦吼，一届去伫迄个台湾迄个戏曲学院，就是嘛，因就有办一个线上的，叫因学生全部起来看，就是伫疫情的严重的时阵吼，袂当去学校上课，伊就讲吼我会当伫线顶介绍布袋戏，做一寡迄个 demonstration，互因了解无。效果无，效果无。效果无好，因为40-50个人，嘛毋知因会反应啥，为囡仔音无关调，我嘛毋知伊到底有咧听无咧听。我咧问，迄个反应无法度遮直接。无法度直接，OK。对，对我来讲，迄个因为搬戏的人吼，像尤其是做布袋戏的，你咧搬戏下底面有反应，观众反应时阵，你会随时变化你的讲的话。你即马我迄阵迄个一直在出力咧，有啥无人反应，点姊吼，迄个愈搬感觉愈无啊。对，确实这是安尼。这有一个名词叫做啥物名词？我无呾讲过。这有啥物效果？这常常想袂起来。对，像去 New York，遮侪外国人嘛毋知影这物件嘛，但是因至少现场直接看，伫你面头前尔。你虽然摸袂着，但是这真诶，伫现场啊，所以因会当有感觉。你看伊诶表情，你就知影伊咧想啥。伊若看起来拢足 boring 诶一个面你就知影，你可能爱搁变化，互因有兴趣，互因感觉临场感爱足好呢，吼。对，随时变化。是啊。爱有迄个互动啦，吼。对，无你就感觉毋知咧讲啥货。是啦，嘿。对，所以我讲，你伫纽约，你是用什么语言咧搬？我嘛是用台语啊。用台语咧搬。因听无要，嘛有感觉。无，阮就是因为我嘛毋是去搬一出戏，因为我是载翁仔去咧交流，做一个，比如讲小生安怎行路。OK。小段安怎摇，安怎行吼。所以一开始先讲我布袋戏通常拢是一个演员咧讲因的声音，伊每一个角色伊有每一个动作无共款，所以拢差不多小可讲一下，落尾就直接去看迄个画面，翁安怎搬安怎行，有即个感觉，所以无演一出戏，因为我敢一个人尔，我嘛毋是讲要去纽约搬戏的，我是去做交流的，所以我是甲翁仔载去，互因了解讲，布袋戏做安尼，会当现场去摸着这布袋戏翁仔安尼。所以这含迄个台南含一个王艺明，你敢有熟悉？王艺明无熟悉，但是我有听过，因为台湾吼，若要讲布袋戏有登记的啦，差不多400-500团。真诶哦。若无登记，像阮老爸伊无去登记，有可能阁愈侪吼。为虾米会遮侪呢？因为尤其是中南部啊，应该是讲台湾人对即个信仰非常虔诚啊。所以若有神明生拢会办仙，所以对庙诶宫庙拢会请布袋戏，无就是歌戏，来即个写神写戏。一般诶厝诶吼，像阮中南部厝诶拢有拜拜嘛，拢有一个神明桌，有关顶拢有神明，所以若因厝诶神明生，伊嘛会请布袋戏团来搬。所以若搬一出戏吼，细便诶啦，即摆拢差不多3000-5000啦。所以对因来讲，因诶即个啥物，因要付出诶无讲介侪，所以伊感觉会使。差不多3000-5000，就通请一出戏来搬，来感谢神明。所以迄是差不多偌久？搬一出戏差不多。差不多，比如讲下晡3点开始办仙，办仙办煞，差不多做差不多半点钟的戏。这戏文差不多拢搬迄个古册戏啦，比如讲《三国演义》啦，是一寡《封神榜》啊，是一寡少林寺的故事，
啊无就金光戏的即个戏文，啊差不多做到5点啊，收收诶，啊就下暗办下暗看要继续做布袋戏，还是搬电影，就是伫外口面放映即个电影，差不多天色变暗，差不多7点左右就当开始即个放电影，差不多到9点半就当收啊。所以出去搬戏一场，差不多就是差不多中昼啦，食饭饱就出门，啊到暗时差不多9点收收咧9点半安尼结束安尼，啊，你嘛是差不多安尼下时间。昼咧，你讲3000、5000，啊，你爱个搭边仔，还是毋免搭？对，但迄边即马拢像一个人就有法度啊，因为囥咧一台车嘛，哦，一台即摆放伫车里，放伫嘿即马车拢有一寡电动即机关嘛，所以伊就起咧，伊就穿起啊，褪开阮着人去甲迄个布景甲，OK，OK，拍开，甲别个按布袋戏红串的，时间到啊，就开始唱迄个千秋牌。今天乃是天文岁初，啥物年，农历啥物新明生，就开始念跩台词安尼。啊，若安尼吼，若安尼变做咱政府敢有登记讲，比如讲你即摆有讲有4、500团嘛，吼，啊，嘿，伊登记了，伊敢真正有咧营业诶？敢有去甲统计？你要计无起来嘛，爱4、500台车啊。因为像应该是嘛有足侪啦，因为比如讲有一个所在伫嘉义，我怎啊袂记伊诶名吼，伊每年来新明生诶阵，拢差不多请200-300片诶布袋去表演，哦，所以一300条。平哦。一条路你着行咧遐拢布袋，所以伊讲阮爸爸着去差不多搭3片诶布袋戏。啊，若像讲即个较传统诶，即个咧做布袋戏诶吼，嘿，因遮诶剧本，因无剧本诶嘛吼，敢是拢是一个要有一个拢一个大纲。拢一个嘿，对，无错。啊，迄个故事内面有创新诶侪啊少，还是讲大部分拢是照古早诶即种诶故事来咧讲。拢差不多到50年代啦，迄阵布袋戏对迄个传统诶细线红仔诶锣鼓诶布袋戏嘿，开始改变吼，因为其实拢甲政治有关系。228事件了后，政府无希望迄个民众结做一伙尤其布袋咧表演伫庙会诶时阵，嗯一定拢足侪人会伫遐看戏。嗯因为娱乐无多嘛，50年代、40、50年代哪有啥物无电视无啥拢倒去留咧，着去看演出嘛。嗯不管看歌戏看布袋拢共款。所以伊无希望你即个庙会定定咧请戏来搬，所以限制。嗯限制咧，譬如讲一档可能会当一间庙可能新明生伊无可能干一尊神嘛，伊可能也有妈祖，也有天上神庙，也有太子爷啥物诶，啥物会一年透当可能有10几遍咧搬吼。所以即马限制可能较大日诶，比如讲我一间庙就是拜妈祖诶，就是妈祖迄阵较请戏，其他拢袂使。在剧团里面生存，伊只好落去到戏园内底面。嗯迄阵戏园因就是室内嘛，嗯算卖票诶嘛。伊好控制嘛，反正人拢关咧内底面。警察咧就伫门口，有发生啥物代志着，拢袂当出去就管制嘛嗯所以就开始跩搬戏诶人就去内台面。因为戏园伊空间嘛有限，伊希望讲观众愿意买票来看戏，嗯，所以伊一定爱讲一寡新诶故事嘛。所以布袋戏诶即个造型呢就开始放大。以早搬戏是一个茶边，就用茶去刻诶。一个茶边诶一个戏边，用茶刻诶。因为费用较侪嘛，嘛无好去搬，因为较重。所以落尾手用画的。用画的即个观念，就是来自迄个新剧，就是咱日本时代，就是有一寡新剧、新的信仰。一个表演所以因迄就是国外嘛，国外演出就是用画的嘛，用较轻的布景去画出来嘛。所以即个观念伫日本时代咧推广，就是布袋咧推广政治的
文化的时阵，就是开始对传统的茶边的一个布袋戏台，改用画的一个戏边，因为就是去迄个，就是爱日本化、皇民化嘛，所以你袂当讲台语啊，袂当用这较中华文化的物件嘛，所以就开始有即个新剧的即个方式去做伊的戏台，所以日本人走啊，国民党来了后，228事件结束开始表演，有经过怎经验的人，伊就开始讲啊，我戏边我家己画，吼啊较轻呢，吼啊所以请人去画这伊需要的戏边，啊布袋红啊放大，啊开始有用迄个现代音乐，吼，西洋的音乐，啊就是免请乐师嘛，伊就一个人就当去放迄个放音乐，毋免一届请6、7个，吼，所以费用拢减落来。啊，像讲即马讲你即马伫庙林迄个写新的戏吼，敢有讲较变做讲除了讲宗教的遮部分，敢有讲演一寡较适合现代囡仔会去欣赏的？通常拢无人要看戏啦。拢无人要看。所以愈做愈简单，所以为诶无讲介晓搬，就嘛会当去创一台车去。伊反正人就是要扮身嘛，扮身写戏，所以凊彩人拉咧。啊，你讲暗时，像有诶剧团较大诶吼，伊有咧讲究啦，伊就是讲有可能去申请迄个文化部文化局，啊是国家诶一个迄个预算会计划写计划啦。所以为什么有诶布袋戏团愿意去登记？就是我登记来，我会当去申请。吼，对，申请伊会当有其他即部诶即个费用伫诶，毋敢讲等有人请戏伊较去，所以即摆会当去申请地方诶文化局诶一个计划吼，去表演，还是去学校推广，拢加一个趁钱诶一个方法啦。所以这为什么有诶剧团伊愿意去登记是即个原因。所以嘛有一寡少年诶第2、第3代。伊嘛想要变化，所以开始差不多10几年来，拢有一寡少年人去找一寡当代剧场的人去合作，写新的剧本，啊搬新的戏出，是拢有，即嘛有，嘿，啊是大部分跩百外团的布袋嘛是讲以写戏为主啦，就是宗教仪式功能安尼为主，所以你有家己写2出戏嘛吼？嘿，2出啊，即2出迄个有搬过几遍？伫我即个迄个台原即间即个博物馆内底有演出，我记个演出2场还3场吧。阮就是拜六下晡甲礼拜安尼，要搬互囡仔，爸爸妈妈带囡仔来看。迄个故事工厂，你敢有熟悉？迄个黄致远、黄志远故事工厂。我会知影故事工厂，但是迄个人我无熟悉，因为剧场嘛遮侪，因为我感觉我即个人吼，敢若无党无派，一个边缘人。因为你讲吼，我伫艺术村，你安尼无简单哦。我意思讲吼，我无属于任何一个酷的人。譬如讲艺术村、当代艺术，我接触侪当代艺术家，但是我嘛毋是迄个脉络的人。像我会熟悉一寡人，但是因为我无算长期浸润即个当代艺术，因为我定咧变来变去嘛。去做广达文教基金会有熟悉最学校的老师，做艺术教育的人，一寡大学的教授，嘛迄阵尔，嘛接触的人尔。因为我拢毋是一个长期一个所在一直固定一直延续落去的人，所以我无可能会当熟悉即多。阮厝诶搬布袋，阮爸爸嘛袂去甲人定咧交流啊。所以有人讲你应该熟悉即侪剧团诶人，讲我知影，但是我无熟，因为我遮早就白漂啊。我嘛无伫迄个所在。我提起即个人吼，我主要是伊最近，阮有请伊来演讲过啦吼。最近伊个写一篇迄个伫一个场合，毋知是啥物款的
即个研讨会，伊提出一个迄个讲法啦，吼，伊是咧讲即马吼，迄个即个政府咧补助拢爱鼓励人新创作啦，吼，伊是讲对剧场即种物件吼，是爱愈搬会愈好，就是讲对是，你若讲一直补助新创作诶时阵，变成你无法度去产生，比如讲迄个安尼即种足好诶迄个剧，迄个无法度产生。啊，若即点你做一个艺术人，你嘛是做一个经营剧场诶人吼。伊即种诶讲法，你敢有赞同？我赞同啊，因为我安尼讲好啊，最近我拢感觉，因为疫情结束了，有诶该搬诶煞一直delay 啊，吼，所以旧年吼差不多10月到12月，哇，活动非常之多，艺术文化活动非常诶多，啊，表演嘛非常诶多，啊，对我来讲就是，你会感觉讲敢若真闹热诶。啊，观众敢若嘛差不多，无讲因为你活动变多，观众就观众嘛无较济。啊，对啊，所以我家己有一个观察，就是淡薄艺术文化泛滥太多了，哦，多到我家己拢感觉看甲拢麻麻，拢无迄个感觉，所以我家己人选，我想要有兴趣去，因为太多去啊。太多。像文创嘛，有台湾文创开始就讲设计啦，讲啊太侪去，变啊大部分拢开始就安尼尔，差不多。你嘛无一定拢，逐项拢去开钱去买跩有设计物件。所以对我来讲，政府补助是好代志，但是你会因为剧团伊要生存。伊无法度靠家己，伊只好一直靠政府写计划做新诶戏，因为你做新诶戏靠补助，啊，就是你为着要生存，所以一直写计划，一直做新诶戏，拢无延续落来，所以剧团足忝诶，一直咧做新诶，啊，即个成本拢一直悬起来，但是你诶观众拢毋知去倒位去，因为反正你也免负担嘛，啊，迄个场馆甲你做媒合嘛，啊，你申请即个计划，啊，比如讲去国家诶即个剧场内底表演吼，啊，所以另外一种就是场所邀请诶，啊，无就场所 open call 诶，啊，但是拢爱新诶戏嘛，所以你著去啊，拢新诶，所以我有看到即个现象伫诶，我就感觉有淡薄仔忝。但是我嘛无法度，应该安怎讲？这变做是一个长期诶一个依赖吧，伫诶。所以我为虾米伫艺术村迄阵啊是讲我无爱落去，我想要暂时离开即个艺术吼，即个氛围，还是即个当代艺术圈内底，就是我想要去看卖吼。莫靠政府补助会当搁安怎做，所以去文策院伊无要做补助诶代志，伊讲补助去文化部。OK。啊，文策院是咧做投资诶，所以咱爱讲你安怎你家己好起来，愿你政府投资你。即个面向可能嘛是一个主题啦。是。比如讲除了你讲遮，因为即种政策吼，即种是方向，你若行向讲，因为即摆是安尼啦。我若听你安尼讲，可能我若讲毋对，你较甲我纠正吼。就是讲艺术含即个到尾即个商业吼，可能有一点仔无一定会有时也是会冲突诶所在啦吼。是。你若讲艺术，你就是你有一种诶故事用一个较技巧方要讲互听。你若讲要徛入去迄个设计啦、商业啦吼，你爱面对观众嘛？你爱迄个受众诶，即个物件你拢爱设定嘛？吼所以讲人讲像一个好诶剧，有时你几十年嘛，搁咧演。对，无错。共一个角色，几个人咧担任，你今仔日感冒，别人代替你来，吼。无错。安尼落去，你遐广告费用啦，遐场务啦，遐有诶无诶，迄个拢开一遍就好啊，免讲特别开死买。所以你看你浪费偌济遐物件啦。你若讲干那
即种补助政策来讲吼，毋是讲行文策宪即种方式，就是讲行即个投资的即个方式来讲吼，你变做讲你无法度通生囡啦。然后像讲伫欧洲遐，迄个伊敢若讲咧靠这剧场咧食饭的人有够济，啊，因有法度通安尼，因就是因有够遐个观众，啊，伊对过某几场剧的故事，足人啊精彩，足对对对了解啊，所以伊会感觉对你看我过来享受一下，我要来听音乐，要来含遮某一个演员来互动一下，啊，你趣味是伫遐。哦，无错搁无错，搁去剧场要进场之前，搁啉几杯红酒咧，好气氛搁较好。是，这是一个最重点的、最关键的啊。呀，所以即点可能咱若除了讲，咱咧讲，若讲要讲一寡建设，讲除了除了讲即个你个人即个经历是足 impressive 啦吼，嘛会当讲一寡即个面向吼，小可来逐个来讨论一下安尼啦。呀，有，我特定我应该讲，我最近定咧讲的，就是讲，咱即马是甲手机仔咧竞争，吼，是，因为即马物件足方便的，咱咧看戏吼、追剧吼，有时阵你无迄个耐心，你会变1.5倍咧看，因为你会当家选速度嘛，啊无你着用滑鼠吼，骨的你当后呀一出，因为逐个拢无耐心。呀，所以你若看一出戏吼，你若无去现场看，因为现场你着手机爱放落来嘛，呀，你着叫限制伫诶，啊，你剧场你走袂去啊？对，走袂去啊。所以你除了目睭瞌困去了，你会当用比你去看即出戏去感受。所以你若有感受诶人，你着有迄个感觉伫诶，讲哦，这剧场真正是袂歹。啊，若无你着我毋才会讲用迄个线上诶安尼看，逐个无兴趣，因为你毋知伊家己咧创啥货，吼。啊，佫有一件代志，就是因为即马迄剧场诶费用伤悬去啊。即马台湾拢至少要600、800，啊，1200、1600。啊，我虽然我做即行业诶，但是我无定去看戏，因为成本伤悬啊。我带阮囝去看，啊，凊彩嘛，一场去看嘛，要2、3千箍。吼。啊，你即马拢通膨啦，啥诶，啥物拢物价上涨，啊，逐个啊厝买袂起，啊，你佫有法度用钱去看戏，所以有时阵我咧甲阮遮同行诶人，艺术家讲，唉，阮拢会淡薄仔想讲，这应该是有钱人诶兴趣啦。阮遮诶人毋知，阮读册毋知想倒位去。一开始我想讲要做兴趣诶，无想要做迄个商业诶代志，但是落尾啊，感觉即个资本诶社会，钱还是不离啊重要。所以做即行业诶人，我特定会讲吼，你爱确定呢，你爱想好势呢。所以我伫艺术村，阮有做实习生诶计划嘛，逐年拢有超20-30个人来做实习。因为我家己嘛做实习过，所以我了解阮咧彷徨，阮对未来到会想法会惊吓嘛。所以我咧面试 interview 诶时阵，我讲你爱想清楚哦。你看起来非常兴趣诶，迄背后是做一寡做无兴趣诶代志。而且呢，即个行业收入真正无悬，你爱想好势。所以伫咱台湾即个社会，尤其做查甫囝诶，即社会诶即个负担较大啦。所以其实我到即个时阵，虽然是一个馆长吼，我一直有对即个代志，我嘛讲馆长是一时诶啦。我嘛无一定讲会当做偌久啦。所以吼，我对即个title嘛无讲改迄落，改感觉哦，家己偌敖偌青啊，我拢袂安尼。我感觉迄是一时诶尔。我是做我菜艺诶，我到底是谁？我要行啥物路？较重要。所以我家己嘛到即个时阵，做即个艺术文化诶，迄个工课嘛10几档啊。我游玩嘛是会丢毒诶，嘛是会惊吓诶，因为迄个未来我嘛毋知行去倒位去啊。这人生是安尼啦，我想是做各行各业吼，对，拢嘛是会到尾啊。我是感觉你安尼分享，
表现讲你有家己不时有咧家己咧自我，伫遐咧挣扎，伫遐咧反省吼，所以应该是你算嘛是真有铁学味诶人，毋是干那讲你即个艺术细胞。你这人生态度是真正确啦。是啊是啊，真多谢你，今日你甲你安尼作做要到半点外钟哦，要到1点钟啊，咱讲1点外钟去啊吼。我较甲即个录影片吼，我寄互你吼。好，检采会搁落去吼，咱若时间会拄好，咱搁来邀请几个啊，变成对剧场有趣味诶，还是讲对即种诶，即个有咧写剧本诶，吼。哦我可能我会寄2篇文章互你。哦，之前是我是安尼讲啦，因为我就是我拄则咧讲诶嘛，讲我感觉我嘛无是剧场诶人，你知无？就你是是算管理诶啦。因为我落尾啊做诶较侪经验是做艺术管理，艺家己术管理。剧场是个人诶兴趣， OK，安尼个人定位我清楚。对，像阮即个博物馆咧开始经营诶，我来接诶阵，我着甲我家己过去诶经验，我介意交流，所以我着做 open call，叫艺术家个人诶会当来管理，算差不多1个半月时间，创造伊家己诶物件，阮做一个平台platform，因会当来表演，对阮来讲，阮有内容，对观众来讲，博物馆阁有表演诶物件，因为阮家己嘛有一个小剧场，所以对我来讲，我是希望去做一个平台，互大家对艺术、对艺术有兴趣诶人，不管你是观众还是创作者，阮拢欢迎你来，阮甲即个所在拍开。所以我介意应该是讲我家己兴趣甲个性，所以我一定做即件代志。但是我无一定是一定伫咧做戏、做表演、做剧场、写剧本，然后靠一寡演员来做戏诶迄个人。所以你讲叫我来讲，我家己感觉家己迄个资格较无够啦。但是，你客气。我拄则咧讲诶，迄个黄志远吼，伊迄个故事工厂，我虽然是安那伫网络虾米看，但是我根据我了解，伊迄嘛是算种一个较经营管理诶物件，因为伊迄个伊个故事工厂内面，伊提供场地吼，互人去有翕去排演啦，即类诶遮物件。当然我是无讲足清楚伊诶定位是虾米款，所以若是可能较属伫即类诶人啦。But anyway，我寄2篇文章互你，是因为是迄个主要是台湾通信诶文章，你会知影我较早有咧编台湾通信嘛吼。其中有一位叫做陈清风先生吼，伊就讲着台湾诶即戏剧史，譬如讲你拄则讲着遐个日本时代遐个新剧啦，啥物有诶无诶遐吼。伊佫讲着一个论点，伊就是讲，伊本身嘛毋是讲是投入去咧拍戏诶人啦吼。毋过就是伊较早有去日本读电影诶款啦。所以伊讲一个论点，就是讲，迄个主要论点就是讲，布袋戏、歌仔戏吼，这是算做讲台湾族人仔即个根吼，族人仔深诶一种诶艺术诶形态啦吼。当然伊个人伊对台湾诶文化诶复兴有足深诶期待，所以是伊会感觉讲，若是要对推动一个文化诶改革吼，还是讲推动语言吼，可能就是爱按即个布袋戏和歌仔戏切入。毋过伊是咧讲布袋戏和歌仔戏，就是一寡封建思想吼，足人仔重啦吼。迄个若要回建入去迄个较现代化即部分吼，其实是歌仔戏即摆已经开始向即个路线有咧行吼。伊可能插入去遮个原创诶音乐甲现代舞，伊嘛讲加减拢会当接受啦吼。布袋戏伊诶感觉，伊是讲应该是内容吼会去改变形式啦。例如原来你若讲故事诶内容，你是演古早时代写神诶，你遐个人物诶造型就是固定遐嘛，吼。若是讲按迄个现代诶即个内容诶时阵，伊会强迫
你的造型会慢慢去改变。所以伊甚至伊晓甲讲有像家己去出钱去请布袋戏的迄个师傅吼，去刻红啊，到尾啊，伊做差不多10外当前，伊有去演一出迄个马街在台湾吼，有去改遮，所以是趣味啊！我想讲你若有时间就无甲无时间。我知影这马街伫迄个伫即个 Good News 敢若有搬过。哦，对，啊，因遐拢业务诶咧搬啦，若照我所知。我知影，应该是我会当了解啦，但是因为伊即篇我听起来即篇应该是10几年前，因为即马10几年来变化，布袋戏团已经变遮侪啊，所以即马吼，即马因为应该讲即马啦，就是咱拄则讲诶嘛，政府诶一个政策改变，吼，伊希望拢做一寡新诶，鼓励跨界吼，跨文化吼，跨 cross 即件代志。嘛讲差不多10几档啊，所以嘛虽然我家己的个人的观察是淡薄泛滥，但是对因来讲嘛是一个进步，这是好的现象，是无错。但是爱需要去调整，这是佫有遮大的工程爱做。但是讲即马足侪布袋戏团开始进步，吼。但是我感觉台语即件代志的推广吼，透过即个歌戏啊是布袋戏啊有限啊，因为我家己嘛感觉足困难诶，像阮囝，我甲伊对细汉甲伊讲台语，伊伫还无去读册之前，拢有法度用台语应我诶话，但是入去学校了后，就开始迄个环境，拢国语诶，因为伊要甲伊诶同学讲话，伊讲台语啊，同学听无，对伊来讲无效，因为讲话语言就是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嘛，所以对伊来讲无需要，伊就袂晓讲。对。所以倒来讲，你嘛是爱练习啊，但是对伊来讲，伊就开始下课，伊讲无啥顺，所以开始无迄个信心继续讲落去。所以就开始愈来愈烂，愈来愈袂晓讲。不要紧啦，迄即马伊咧吼，若有迄个语境吼，若有迄个机会啦吼，你捡起来足紧诶啦。啊，你若是讲细汉诶时阵，你就是无迄款迄个无咧讲，啊，大汉要较学迄音吼，一寡台语诶歌啦、无啦，伊就拢袂晓讲啊。啊，想讲你即马伊国民校进前有咧讲，迄以后若有迄款机会，有迄款迄个环境，伊一下就捡起来，你毋免烦恼。是啦，所以伊至少吼，我即摆讲伊佫听有，因为我遮侪人，遮侪囡仔拢听无啦。安尼，我有对你有较了解吼，就是讲迄个，就是讲你来，我本来是想讲哦，你来遮用一个布袋戏，还是讲你传承遮？啊，其实你的专业的训练，原来是伫即个艺术管理即块啦，吼啊，所以讲咱会加减啊讲，你若无去嫌，咱会当请几个感觉讲含即个艺术政策，还是讲虾米款的遮个物件相关的人来有一寡对话，安尼嘛是诚趣味，较毋免讲一个人咧独白。对，敢有安尼啥款？袂歹啦，拢好，因为对我来讲，交流一种观念、意见的交流是最重要的啦。因为对。因为我感觉即个社会是安尼，就是你爱有对话，爱对话啦，毋是你讲家己的做家己的。但是嘛困难啦，你知影？因为布袋环境吼较封闭啦，像我为虾米一开始会想要讲啊，莫去做即个馆长，因为做布袋戏吼，足侪拢是迄个爱尊重师傅啦吼，师傅讲啥，伊讲的拢是上赞的啦。啊，每一个，因为我家己嘛有看一个册，就是伊迄本册是80年代所写的册，伊就讲吼，日本的文化为虾米无法度进步，就是迄传统的物件，你无法度互你去突破。你新的人有新的想法，但是你的师傅还是你做的代志，会去互看无，会去互讲你袂当安尼哦，你安尼违反哦，所以
我感觉传统的物件会当进步，会当改变，这一直个对即个历史来看，咱就是一直在变化的嘛，无可能无变的。你嗯，若无变，你就活袂落去。你需要变化，人较会当了解你，因为这吼，毋是讲，这足趣味啊！你讲到遮吼，你讲到遮，我甲你分享一个这个物件。例如你讲的日本吼，因的迄牵西啊济啦吼，嗯啊，干若要学伊画一条线吼，学6个月了，伊较要甲你教讲搁后一步啦吼。啊，是，艺术方面伊嘛是到某一个程度，遮个拢是牵西啊吼，啊，嗯，包括连插花流啦，啥物物件拢去先去模仿对一个大师的风对格对对，去模仿。是，啊，伫美国的艺术的训练，伊毋是安尼啦。伊就是你看用学生做出发点，看要去学习啥物款，吼，啊，来无针对一个老师伫遐咧对啊。所以你若讲要对对，学色彩，还是讲要学灯光，也毋啥物啊，你着家己去找讲你即个业界上敖诶人。啊，而对，且吼，而且若是讲艺术行业，尤其是设计行业，因有时啊是艺术行业，迄个设计行业因有人做伙，啊无共科系。照我所在，像遮你若有机会来，我带你来迄个帕萨蒂纳 Art Center，嗯迄是Art Center of Design 啦吼，伊这是 College of 嗯 Design。啊，伊的迄种的教学方式就是安那呢，就是讲老师伫课堂吼，第一因请的老师因无请 professional teacher 啦，请 teaching professional，就是讲请迄个业界的人。对对对，是，比如讲，我即摆我要教即个布袋戏的造型，吼，啊，我着去请一个迄个咧做即个造型迄个人来教室讲互看，迄个老师咧教的人就徛伫边仔，啊，就讲哦，安真假还没对话一下安尼吼，啊来去嗯鼓励学生还没对话，吼，是即种的教育方式啦。吼，安尼来讲，安尼讲起来就是讲学生咧吸收的，伊是吸收按对多元来吸收，啊，这就是即摆政府咧讲的科学界就是安尼啦。啊，我对对对即摆有去参加一寡迄个，伊像我遮离迄个即个南加大较近啦，吼。对啊，对对，南加大因有一个叫做 Vision and Voice，嗯因就是即种的概念。譬如讲，即摆伊若要讲一个，譬如讲我要来介绍布袋戏，OK，吼，啊，伊袂干若邀请一个专门咧人布袋戏的人，伊会有可能会去请一个讲，哦，伊对台湾 study，还是讲对，对台湾的即个宗教即搭有了解的人，吼，啊，伊来讲即段历史。吼，啊，佫有即个布袋戏诶人来，吼，还是讲佫有其他，譬如讲即个咧研究艺术产业诶即种诶人来，来讲，啊，伫遐对话，吼，伫遐因即三个来对话，啊来了，佫有学生问问题，吼，嗯啊，内心好处就是讲，伊来，伊变做讲，伊有鼓励着即个无共专业诶人互相对话，啊，互相学习着，吼。无错，嗯安尼来变做迄个创意，毋免干若讲下骹台下骹咧看诶人得着好处，连伫参加讨论诶人嘛得着好处啦。无错，嗯啊，所以我是感觉真吼，伊讲即摆台湾诶政府即摆开始吼，有开始有一个突破传统啦，传统当然是真重要，咱个传统若无去是是是就无啊吼。是，嗯。啊，但是伫即个创新即块吼，免佫较活开诶吼。呀，我知影你的想法，你的意思啦。我嘛是较介意即个即新的种形式讨论啦，呀。因为所以第一是我请教者，所以你长期拢是伫加州遐吗？我咧伫加州，嘿，所以你敢有倒来台湾？我会倒去。我是有咧计划，若有拄好，无定，我5月会转去一撮啦。哦，啊你若倒来，你是踮咧倒位？啊，转去我着四界走啊，啊着哦，我大我部分伫讲恁厝台北，阮厝是伫台南，所以我大部分吼，大部分我是会伫台北含台南啦。嘿，哦，
去台安尼有北玩。机会吼，来台北吼，你较来阮遮啊，参观一定，一定，嘿，一定，嘿，一定，嘿，嘿，真感谢啦吼，有这个机会吼，会对对对。当甲你交流啦，啊，吼，因为一想讲开始，迄潘导演伊嘛是安尼，伊嘛是感觉讲，嘿，伊其实我要邀请伊来，我嘛惊伊台语讲啊足烂啊。啊，我一定咧，我咪训练几啊遍咧。哦是吼，嘿，甲训练啊我，几啊遍。啊，因为一开始你加我脸书，我讲即个人是啥，我也无熟无识，我一开始都毋敢试啦。啊，迄个潘导演有甲我讲啦，讲OK，你有甲一个我伫共款美国熟识迄个伫脸书做工课迄个人吼，因为伊讲恁伫初一有一个活动。嗯，过年的时阵初一嘛，你毋是办一个甲台语讨论的，啊，请迄个陈鹏仁，哦，单片林，啊，嘿，对对对，嘿，嘿嘿嘿，嘿嘿，迄个潘导演甲我讲嘛，讲我初一拄倒去婚礼，啊，阮兜迄个网络非常之烂吼，哦，所以我讲即件我都无法度去参加即个交流啦。所以讲伊嘛是特别甲我讲，伊真希望讲会当讲有人按即个精神科即个卫生的角度来看伊即出纪录片，就是讲当了后疫情的时阵，逐个拢关咧的时阵，啊，对囡仔的成长，吼，对嗯，囡仔社交的技巧的即种的发展，敢会受对对对，着影响，啊嘛真好佳哉，咱拄仔嘛是有2个少年的精神科医生入来，啊，因伫遐咧讲遮个物件，个针对真趣味啦。你若有趣味，你较去甲伊看伊迄块录影片好，有录影啊，我感觉迄个少年的一个查某的精神科医生厉害咧，伊拢用实际案例来咧讲，伊毋是讲伊针对伊病人了，伊是个反应啥物款，是嗯，我是感觉听着互人较安慰的，就是讲免惊啦，就是讲囡仔虽然伫即个，因为咱囡仔咧学语言含学社交的即个技巧的时阵，拢是有一个足重要的迄个年龄嘛，对对，即摆是也问讲，假使讲即代若讲去互关3档2、3档，即个囡仔以后发展敢会去较慢去啦，伊是讲伊即摆抑阁无答案啦，毋过对对，一寡个案一寡个案就是讲囡仔伫即个中间伊有破病，了好去了后，有迄个环境了，伊佫捡着嘛是有法度通发展到一是是是。囡仔的即个论性，咱免烦恼就对啦，对啦，对啦，反正对啦，嘿，所以就是讲，我拄则讲即个意思，就是咧讲着讲即个跨界的即个好处啦，是，虽讲伊是咧讲咧放即个纪录片，虽讲伊是咧讲即个疫情伫共一个时间点，伫无共款的地点，人伫疫情中间的反应。毋过按遐个故事的内面会讲着讲，是安怎较会世界各国的人一个对亚洲人的歧视的即个暴力的遮个问题，佮讲着即个精神医学的遮个问题，佮其他的问题，所以若是安尼的时阵，即出戏通过即出纪录片，会当引起遮无共款的议题的讨论啦，嘿。你若干若讲，逐个拢用讲你的，但是你无 visual 无迄个对对visual来咧讲的时阵，会感觉讲足抽象足对对对，嘿，若讲有一个艺术中间，你甲迄个故事讲，有一个故事出来，逐个较根据迄个故事来论安尼会免怎讲，较有一个形象化啦一个 visualize 迄种形象化。迄个感受较深啦，较深，会较深。因为你到尾啊，即个理论你若无甲伊实风化无去甲伊迄个实景化的时阵，变做讲想过头抽象，大部咱人的理解无法度人去理解，无是讲咧写电脑的程式语言安尼甲你对，看看无啊。看无。除非你是工程师，你写 code 的人，较会知影。
对啦，对啦。好，安尼真多谢，无咱搁保持联络吼，真宝贵的时间。无问题，感谢感谢。感谢。好，安尼保持联络嘛，反正咱伫好 Facebook 咱拢会看到嘛，吼。好好，感谢。安尼迄个今仔日是元宵节嘛吼，算搁咧过年啦吼，传统诶讲吼，15以后，你无我讲，我拢毋知影，拢袂记。吼，台湾即摆拄啊元宵节啦吼，所以嘛甲甜心新年快乐啦吼。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嘿，安较顶下我嘛来煮罐圆仔来食。好，安尼谢，搁联络吼，联络，好，拜拜。拜拜。